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。樂豐集團主席周佩賢 Carol 喺加多利山豪宅，因為財困輕生啊，40幾歲女就咁走咗，真係令人惋惜。但係你以為人死咗，件事就告一段落？錯晒！商業世界係冷酷嘅。Carol 走咗冇耐，一班債權人已經喺度排住隊入稟法院申請樂豐清盤。呢班人行動快過閃電，在商言商，完全唔會因為你屋企有白事而手軟。原來 Carol 呢個輕資產嘅王國背後，夾埋咗好多香港頂級精英落搭啊！名單入面竟然有前永亨銀行主席馮國升、馮國斌兩兄弟啊，仲有富衛集團嘅高層。呢班平時精明到極點嘅金融大粒佬，而家全部變晒做苦主。成件事嘅發展已經由一宗悲劇演變成一場追數大戰。有啲人話人都過咗身，係咪啲債就唔使還呢？如果你咁諗，就真係太天真啦，太睇小金融世界嘅殘酷。喺商業世界，特別係涉及地產發展呢類銀碼動輒10億8億嘅生意，你諗到嘅後路，債主一早就已經用法律合同封死晒啦。當周佩賢簽下嗰啲集資協議同銀行貸款合同嘅時候，佢其實已經將自己成個人生嘅命運全部壓咗上去。好多人以為開間有限公司去買地起樓，輸咗最多咪清盤咯，錯晒。喺中小型發展商嘅世界入面，銀行同大金主絕對唔會咁輕易放過你，佢哋一定會要求核心人物做私人擔保。意思係話，如果公司資產唔夠填債，債主係可以憑住份擔保書直接追討周佩賢名下所有嘅個人資產，包括佢嘅銀行存款啦、珠寶啦、名車啦，甚至係佢同親友夾份持有嘅其他物業啊！你以為可以提早轉移資產俾屋企人？債主律師行大可以同法庭申請禁制令，凍結晒你名下所有相關或者不尋常嘅資金流向，追你追到天涯海角啊！所以對於一個住開加多利山、習慣咗上流社會生活嘅精英嚟講，佢面對嘅唔單止係失去公司，而係要面對餘生無止境嘅官司、被追訴嘅壓力。個落差咁大，唔係人人頂得住㗎。尤其係你曾經風光過，由天堂跌落地獄，唔係做傻事，就係傻咗。當年神同輝就有版你睇啦。講到呢度，我哋睇翻樂豐集團最神秘嘅一環，邊個喺佢背後嘅投資主力同大水喉？根據最新曝光嘅法庭文件同入稟記錄，樂豐旗下幾個主力住宅項目，好似旺角 Eliza Park、太子 Upper Prince，佢哋賣方公司嘅董事名單，簡直就係香港金融圈嘅名人錄啊！入面出現咗永亨銀行馮氏家族嘅後人啦，包括馮國斌同馮國升兩兄弟。雖然永亨賣咗盤好耐，但係馮氏家族喺香港仍然係 old money 嘅代表嚟噶嘛。除咗馮氏，仲有富衛集團嘅高層，呢類保險金融界猛人啊。點解呢班精英到極點嘅金融精英會集體落搭投資俾 Carol 呢個後生女？呢度就係 Carol 嘅厲害之處，佢將輕資產模式包裝成一個地產藝術品嘅夢想，話俾呢班金主聽：你哋有錢，但係我有眼光、有技術、有勤力，你哋出錢，我出力。一齊做共享發展商。呢班金主平時食慣大茶飯，佢哋落得搭就係想見到回報。但係金融世界有一條不變嘅定律，贏就一齊笑，輸就隨時法庭見。當加息週期殺到，樓市寒冬降臨，上下同高下嘅價格暴跌，原本以為係有堅力嘅項目，瞬間就變成咗負資產地雷啦。呢班專業人士股東發現唔對路，開始瘋狂追數啊！你要明白，精英階層追數係唔會同你講感情噶。或者你會話，樓市呢排旺翻咁多都係咁，
雖然住宅市場好似回暖咗啲，但係你要睇清楚啊！而家係得住宅可以返鄉下咋，商鋪、寫字樓、工廈基本上係死晒㗎。呢啲工商物業嘅租金收入同成交價同高位比，簡直就係斷崖式嘅下跌啦。仲未講而家啲利息有幾金喎。以前靠高槓桿玩大嗰班人係死得最慘嘅，收租都唔夠還息。呢啲工商本就變咗雞肋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，仲要每日燒錢公息喎，邊個頂得順啊？再睇下樂豐最近幾個月面對嘅 call 窿潮，真係聽見都心寒。根據彭博社嘅報道啊，香港銀行界嘅壞賬規模已經去到2000億港元。銀行就唔係慈善機構，佢哋見到樓市唔妥，特別係商廈市場死寂，一定會採取寧願犧牲發展商好過爆金融危機嘅策略。銀行內部已經擴充咗專門處理壞賬嘅特殊資產團隊，佢哋連 weekend 都要加班開會，目標只有一個：收錢、接管、拍賣。樂豐嘅旗艦項目價值近20億嘅大角咀 One Bedford Place，年初正式淪為銀主盤，被東亞銀行接管咗。呢個只係第一塊骨牌咋。上個星期，同系嘅工廈 Two Bedford Place 亦俾恒生銀行接管，一個項目接一個項目被收走，代表 Carol 對公司嘅控制權已經完全瓦解。佢曾經以為自己喺度玩緊財技，點知最後發現自己係喺度玩命啊！最離奇嘅一幕發生喺旺角洗衣街嘅 Eliza Park，全盤52伙，開價尺價27000，高過市場30%，首日賣樓竟然錄得零成交，呢個根本就係地產界嘅大笑話。但係點解之後又會傳出有人掃貨全數沽清呢？原來背後涉及一連串嘅神秘操作，有人一次過掃6伙，之後又全數撻訂，再加價重售啦。呢啲咁嘅財技喺專業人士眼入面，可能只係為咗營造市道暢旺嘅假象，想引誘銀行唔好咁快 call 窿咯，或者係想安撫啲股東。但係呢種國王的新衣喺大跌市面前，完全就係自欺欺人。而周佩賢喺走之前，仲面對緊一單1.29億元嘅債券追討。佢作為擔保人，當債主 Earth Core Holdings 攞住份擔保書入稟法庭嘅時候，Carol 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已經無路可走，億億聲嘅巨債就係最後一根稻草，將佢最後一絲生存嘅志氣都徹底壓碎。周佩賢嘅一生由石硤尾出發，考入港大，留學英國，攞到第一桶金，住入加多利山，最後喺最風光嘅地方選擇告別。呢個係一個關於深紅嘅悲劇。佢犯咗一個好多香港精英甚至好多炒家都會犯嘅錯，對香港地產有一種近乎宗教式嘅迷信。佢深信磚頭永遠會升，深信只要槓桿夠大就可以將平凡嘅人生翻幾番。佢以為地產係一場永遠唔會完嘅音樂椅遊戲，點知利息一升，音樂一停，佢竟然揾唔到任何位坐低。佢將金融嗰套高槓桿、低容錯嘅玩法搬落地產，但係地產周期長，一旦遇到全球利息環境巨變，你就算幾叻、幾有藝術品味，都唔可能對抗到個大勢。佢以為可以用人哋嘅錢、輕資產去搏自己嘅富貴，贏就分紅，輸就股東頂。但佢忘記咗啊，呢班全部都係金融猛人，呢班人係唔會幫你頂嘅。佢哋只會追。喺 Carol 最後嘅日子入面，佢每日起身面對嘅唔再係藝術品嘅設計圖，而係一份份銀行 call 窿信，一份份股東發出嘅律師信，同埋隨時孭刑責嘅陰霾。由老豆借250萬俾佢起家，冇乜點打逆境波嘅佢，點頂得順啊？我哋可以話係時不與佢咯，係商廈寒冬毀滅咗佢嘅王國。但亦可以話係人性嘅貪，係過度嘅槓桿毀滅咗佢嘅人生。成也地產，敗也地產。
周佩賢用佢43歲嘅生命，為香港瘋狂嘅地產史寫下咗一首最唏噓嘅挽歌，都係嗰句啦，槓桿太盡，緣分勢必早盡。呢場地產嘅豪賭，最後以最令人唏噓嘅方式埋尾。各位觀眾，睇完周佩賢嘅故事，你有咩諗法呢？我哋希望透過呢啲真實嘅故事，令大家喺呢個混亂嘅金融世界入面，可以保持一份清醒，對市場保持一份敬畏。地產就唔係萬能，槓桿啊更唔係免費午餐啦。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實，先可以笑到最後啊！點都好，死者已矣。希望 Carol 喺另一個世界可以安息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日 C Channel、CL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。多謝支持。